虔诚的听众，牛杂。现在又是正甲一声空中播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已经甲咱各位解说甲正文第61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61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5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5节，就是解说甲不生情爱。即马要来说的解说下面，就是亦无取舍，不念利益，生坏定数，安闲恬静，虚用淡泊，处名一相三昧。咱即马则解说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来开始这个弟子，就是讲，若是要来成就佛的一切种地啊，就必须呢会当好来了达一相三昧甲一行三昧。那啥物叫做讲做一相三昧？啥物叫做讲做一行三昧呢？在这个所在啊，就是要来解说一相三昧、一行三昧意思。一相三昧，比较有慧能大师所讲的，就是讲家族在一切处，也就是讲，无论在啥物所在，会当好来不自相，就是无执着相啊，无将你的心注着在某一个所在，在世间的千差万别相中啊，内心未生起憎恨，也未生起爱着，这是咱前面已经讲过。即马所来讲，就是讲亦无取舍，就是讲对于这个一切相呢，也无取舍。这个取呢，就是取着；舍就是厌舍。取这个物件是好的，就要摕来当作咱的，这就是取。舍就是讲这个物件呢，这是歹，咱呢就要甲伊放弃，要甲伊等去杀，这个就讲舍。那这个取舍，甲前面迄个情爱啊，有连带关系。凡是咱目睭看到一项好的物件，内心呢生起一种的贪爱，也生起贪爱呢，当然啦，咱就要将这个物件甲伊当作咱的，所以就甲伊取了。假如讲咱目睭看到一项物件呢，咱就讨厌。那既然讨厌呢，咱这个物件咱就不爱了，就甲伊舍去。我常常摕迄个花来做譬如，比如咱去花园来看花，其中有的花呢，咱看了啊，内心呢真喜意，真欢喜。既然这朵花咱看了呢，心肝底真欢喜，真爱，自自然然的手呢，就要去甲伊摕迄朵花。要将摕转去恁兜，这就是取咯。你即马看一种花啊，这个花真歹，真歹。伫咧卖花人甲你讲啊，人客啊，这个花袂歹啦，你买转去恁兜啦，你一定咧心肝无欢喜。我都毋爱这朵花，你叫我买这朵花，你一定随时走离开这朵花的所在，这就是叫做讲舍。拄则这是摕咱目睭所看。也心生起爱着，心生起厌恶，来说明取舍的道理。咱耳孔所听的声音，咱鼻孔所闻的芳臭的味，
或者是咱喙所食的咸酸苦正的气味，咱身躯的种种的感触，拢是共款。因为色声香味触，这拢是咱所感触的场景。目睭看，耳孔听，鼻孔闻，咱的喙齿去啖，咱的皮肤去接触。那咱这个五根对着五尘的境界，这个五尘的境界，就是在前面所讲的比相，就是讲咱所接触的一切的差别现象。对一切的差别现象呢，内心未生去种爱心，也无迄个取舍心。当伊是呢，不念利益生坏定数，在内心嘛，未去甲思念是利益啦，或者是生坏等等的代志。利益就是讲，这个物件咱甲伊处呢，对咱有利，对咱有益。这个成呢，就是讲对咱呢有所成就，会当好帮助咱呐一项代志的成就成功。啊，这个坏呢，就是破坏，对咱呢有所破坏，这就是利益或者是成坏。当然啦，咱对世间的物件有真爱取舍。这一方面就是讲，因为咱心肝对这个物件有喜爱心，或者是讲无喜爱心呢，会产生取舍。但搁再另外一个会取舍的理由来，就是讲，这个物件对咱是毋是有利益？若是有利益的物件呢，这个物件虽然啊，咱实在是并毋是讲真正喜爱，确实原来会处。咱即马来摕一个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比如讲，咱现在是所用的钱，咱现在是所用的钱呢，纸票，比如讲1000的、500，或者是讲100。咱现在是咱所发行的最大的面额，就是1000块。呀，无论是1000块的台币，或者是100块，或者是500块，甲人讲这个钱若是新擦擦，当然咱看了甲定呢真爱。钱这个物件本来就人所爱的物件，那何况讲这个钱是印出来啊？哇，规头完全新的，拢无纸份的，拢无用过，无去搞垃圾。所以对这个物件当然爱就会处了。毋过呢，这个钱啊，虽然是讲已经用甲呢足久啊，钱旧是旧，甲人讲这个旧的钱100万互你，或者是讲1000万互你，那对你呢嘛是有所利益啊，那对你的事业一定有所帮助啊。在这个时阵，虽然是讲这个钱已经足旧啊，实在是摕到这个旧的钱呢，心肝底感觉无啥爱。毋过遮尔啥济钱啊！这对你有利益啊，对你有所帮助啊，在迄时阵你嘛是会处啦。我相信咱世间人，无迄个讲不，这钱遐久我毋买，我100万，甲摸来面头前，互你讲这100万送你，我不，我这钱旧价呢我买，你若是摕新的，我都爱这旧的钱，我把你摕倒转。我相信世间人无这款的人，为啥无这个人呢？因为伊在心肝底，除非讲对这个物件，伊会好看、歹看以外呢，搁再会去考虑讲，这个物件到底对我是毋是有利益？当然，这个物件对你有利益，你当然会甲伊取着啦。伫遮所讲不念利益生坏定数咧，就是讲咱五根所接触的五尘境界，无去甲伊想讲，这个物件到底是毋是对咱有利益？或者是讲，这个物件对咱到底是毋是有损害？换一句话讲，就是讲无需要啊，在物质的上面来生起利害得失之心。因为你有利害得失之心呢，自然就有情有爱，有处有舍。
一边讲安闲恬静，这个安闲恬静的意思啊，就是讲内心呢真正安闲，也内心呢真正恬静。为什么会当来安闲恬静呢？会当安闲恬静，就是因为你心啊对外面的境呢根本啊不生情爱，也无取舍，不念利益，生坏定数。所以呢，心真安闲，心呢真正恬静。譬如讲，咱一个人，若是只敢为着利益，只敢为着趁钱，伫咧无用的人啊，一定安尼耳孔咬来，目睭呢上金金啊，听有消息倒也有钱好趁，目睭去看倒也有钱好趁，所以心肝底呢非常的无用。假如讲，若是一个较无欲望的人，像是人讲哇，倒也有啥物大钱好趁，大钱好趁，你做你去趁啊，甲我无关系啊。伊心肝底呢就袂甲人无用，袂甲人扯顿。比如讲，咱是一个伫咧食头路的人，咱都头路食咧一个月领1-2万块的薪水，咱欠用欠开，安尼有够啦。安尼其实头来上班，暗时转来休困。毋是讲无人啊，咱过来去做生意啊，搁做啥？你做生意你去讲，我要来休困，要来念佛啦，要来看经啊。所以伊的心呢，就当得到安闲。这心安闲呢，自然都是恬静。这个恬静也就是心呢未受到世间的物欲所干扰，内心呢拢未受到物欲的束缚，所以对当得到恬静。会当得到虚荣淡泊，这个虚荣淡泊的意思啊，这个虚荣也就是心呢，拢无什么款的分别。这个虚甲荣，这个荣就是圆融，这个虚就是讲内心呢空空，内心啊无有什么款的分别心，内心呢，敢若像这个虚空共款。因为这个内心无分别心，所以这个内心呢，就会当回来圆融。这个淡泊呢，就是无这个爱着换一句话讲，这个虚荣淡泊呢，也就是内心呢，未受到物质之累啦，会当得到解脱自在。讲此名一相三昧啊，讲这呢就名叫做讲做一相三昧。这个一相就是讲只有一种的相，那只有一种的相，也就是讲对世间种种的这差别的境界内心呢未随着去差别，在这个内心呢无一点囝的迄个分别念在这个内心无生起分别念这个所在，就变成无两种的对立的相。无两种对立的相呢，那这就名叫做一相三昧咯。一边讲若以一切处行诸作恶，顺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讲假若在一切处，就是讲无论在什么所在，行诸作恶，顺一直心。行诸作恶在佛教中名叫做四为义。行就是讲咱人伫咧行动，诸就是讲咱人呢点伫迄个所在，作就是讲咱人坐伫遐，恶就是讲咱人倒咧困。咱人的起居动作以行诸作恶来甲伊包括。咱人若毋是讲伫咧振动，伫咧行路，就是点伫迄个所在徛咧。或者是坐伫伫咧看报纸，或者是讲伫咧看经，或者是咧念佛伫咧办公。若无咱即马已经忝啦，就是眠床去困，大概是安尼啦。无论在什么所在，无论在咱身躯的任何一个行动中拢是顺一直心。
顺一直心，就是讲顺一无杂的迄个心。那即个直心，在经典内底就讲做直心是道场。所以伫遮所讲的即个顺一直心啊，就是讲顺一无杂，只有一个真正率直的心，也就是讲只有一个心来去向道，不动道场真成正道。即个不动道场，咱即马先来了解什么叫做讲道场。即个道场呢，有几多种的解说。一种解说就是讲供养佛的所在，名叫做讲道场。佫一项道场的意思就是讲修道的场所，就是讲咱修行佛道的场所。这名叫做讲做道场。即马伫遮是讲叫做不动道场。这个不动道场的意思，就是讲无需要在这个道场中呢有所激动，安尼名叫做讲做不动道场。真成正道，就是讲真正呢已经来成就迄个正道啦。讲处名一行三昧，这呢就名叫做讲做一行三昧。那这个不动道场真成正道，依照我拄则所讲安尼呢，可能咱爱搁再小解体会一下。咱必须要了解伫遮所讲的是行诸作恶顺一直心，因为行诸作恶顺一直心呢，所以就不动道场会当后来真成正道。但是咱普通伫咧学佛修行，咱有一个修行的相。啥物是叫做讲修行的相呢？比如讲咱念佛的人，咱的手摕一个念珠，伫咧念佛。那坐禅的人呢，咱就坐在迄个所在伫咧坐禅。安尼就变成讲，手摕念珠，迄个时阵你是伫咧念佛；你坐伫迄个所在时间，你是伫坐禅。那除非这以外时间呢，可能也就无伫咧念佛，也就无伫咧坐禅。伫遮所讲的就无共款，就是讲无论你是在什么所在，无论伫行路，无论是徛伫遐，无论是坐咧，无论是困咧，拢是顺一直心。这个顺一直心呢，也可以讲就是将迄个心给统一起来，也伫咧用功夫。所以咱以念佛来讲，伫咧行路也伫咧念佛，伫咧坐咧咧念佛，困咧伫咧念佛，或者是讲徛伫遐咧念佛。行诸作恶中呢，拢是以顺一无杂的心伫咧念佛。也那呢就会当后来不动道场真成正道，就是讲你行路嘛咧念佛，坐咧困咧拢伫念佛，所以就毋免呢。另外讲我坐咧手念珠，才是伫咧念佛，这就是叫做不动道场的意思。那这个不动道场，你伫咧念佛啦，这才是真正呢会当后来成就正道。并毋是讲当我即马伫咧做工课，我工课做了呢，我即马要来去念佛啦。安尼就毋是叫做不动道场。这个不动道场就是讲，在一切这个处所，无论是倒一个所在就是这个念佛的道场，毋免离开迄个所在。你任何一个所在都拢是属于念佛的道场，伫咧念佛，伫咧用功修行。若是坐禅嘛是共款啦。那么你咧参禅。咱平常是讲你必须都爱坐伫遐，安尼才是咧参禅咯。甲人讲，若是参禅已经功夫上手的人，行诸作恶皆是禅。所以，这个行诸作恶中，拢都是属于参禅的道场，安尼就是不动道场。并毋是讲我这现做时伫咧做工课我这无咧坐禅啦，我这工课做了呢，我赶紧倒来去坐禅。
也哪咧都毋是叫做不动道场。这个不动道场，佫讲一个较简单话，就是讲在一切处，拢都是修行的场所，爱叫做不动道场。也这不动道场，才会当真正来成就净土。这呢就名叫做讲做一行三昧。这个一行三昧呢，就是咧指行诸作恶，顺一直心伫咧修行。这呢便叫做讲做一行三昧。这个一行三昧，也就是讲，将你这个修行的功夫呢，贯彻到底。无论是行也好，坐也好，徛咧也好，困咧也好，共款呢，拢就是贯彻你这个修行的功夫。念佛的人，就是贯彻念佛，行诸作恶拢伫咧念佛。这什么人行诸作恶拢伫咧坐禅。就是以你一个法门来去甲伊贯彻始终，无分讲你是有拜什么款的姿势，在娱乐时中，在任何一切你的位置中拢就是伫修迄项行，这道名叫做讲做一行三昧。真正所讲的这个不动道场，我已经讲了啦，不必在这个道场中有所激动就已经呢来真成净土。也这个真成净土这句在顿悟入道要文有一个问答就来讲愿成净土未心实有净土晓。讲我呢是愿意要来往生净土，但呢毋知实实在在有净土无。那这是学人所问的咯。也做耶师父人该回答，讲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道净。讲你若是要来清净佛的国度，应该要清净你的心。随着你的心净呢，佛道就清净。事实上，这是因为无经的话所讲。讲若心清净所在之处，皆为净土。讲假如你的心若是清净你所在之处，就是讲你无论在什么所在拢都是净土。讲譬如成国王家，决定招王业，发心向佛道，是成佛净土。讲这摕一个譬如就敢若常讲你呢已经出世在迄个帝王家，那一定呢会来继续国王的家业，因为发心向佛道呢，就一定会生在佛的清净国度。讲其心若不净在所生处皆是为道，净为在心不在国度。讲假如你这个心若是不清净无论什么所在拢都是有为国度。所以清净的国度，或者是讲有为国度呢，乃是在心，毋是在迄个国度。而且因为六祖慧能大师所开示，就是讲在一切处行诸作恶中，必须呢顺一直心，不动道场。安尼呢，会当回来真正来成就佛的国度。这就是名叫做一行三昧。最恳切听众，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